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咱今仔日踅来台中哦，顶礼拜以前拢伫中华，对无？中华。中华的朋友，恁敢有去阮讲的所在吼参观一下安尼？但是咱今仔要讲的即个人，跟咱台北的牧师伊嘛有做好的关系，听讲是好朋友呢吼。两个拢甲做伙就对啊。拢大家做伙。拢带做伙哦，但是伊较无名啦。咱来看觅啊吼，伊吼足厉害的哦，听讲是去食，英国人讲伊是去食，但是伫遮会当捐100万的哦，就是我后壁遮吼，这来当约看觅这是啥物故事，来就是讲伊伫台湾为虾物捐100万要创啥吼？去食好好，有钱，啥那要做去食吼？来去食毋好好去食，啥那走来台湾安尼？来，而且伊来遮阁是来找上帝囝，放弃啊！上帝骗见囝。哎哟，有人知影上帝囝走去倒无？咱今仔要来找囝吼。老师的后壁这是台中，听讲第一间教会。柳湾教会嘛，柳湾中的教会，这是台中的第一间教会。伊是真水呢，听讲魔风。这间教会就是咱今日要讲的梅干木牧师，伊伫苏格兰啊，伊伫遐中了教会图样摕来，就是照迄个图样来思想来去的。是，所以有迄个英国，有一个英国的教会的款式，有迄个形体出来。有去过英国的，应该有印象吼。看到即个教会好，所以即个名足歹读诶，有人会晓读。干木，毋是咧木哦。迄个剑会读写做干，拢袂要紧啦。所以叫做咱叫做梅牧师。梅牧师。伊184年哦毕业伫格拉斯哥，咱即摆咧讲诶，差不多拢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即个大学伊是得到文学硕士的学位。你敢会记得我前届咧讲咱台北的事？咱台北的事，讲伊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文学硕士，同款，这两个拢同款。但是伊文学硕士了，咱台北可以读医学院，这个梅干木牧师去读神学，就是安尼分开。毋过因两个人佮做伙共一日来台湾。好朋友对，爱小少来做代志。但是伊入去自由教会就是基督教，较早有迄个天主教嘛，后来就叫做自由教会就是基督教的意思。1890年有一天，伊为什么要做牧师？就是巴克勒牧师对台湾倒转去英国，就伫遐伫遐讲道啊，讲道了，伊就去找巴克勒牧师来甲伊问，甲伊讲，伊得到巴牧师的鼓励，迄阵伊就想讲，伊要来台湾，迄阵伊开始有迄个心，就是上帝已经开始感动伊。所以伊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伊就去读神学院啊。一直到伊伫英国阮有做过宣教师啦，伫遐所以伫1896年的时候，伊就甲迄个咱台北啦，甲连毕业，甲伊家己拢总三个人就对英国。坐船来到安平港，对台南朋友，学台语学了以后，咱台北医生甲梅干木牧师两个人就拢派去伫彰化，就一直伫遐。伊来台湾以后其实伊身体，因大家人来是拢会得到迄个关节的病。因为迄阵的内钱关节咧病，迄外国人入来拢差不多会得。
台湾人甲袂，因为台湾人已经有迄个抗体，抗体，有迄个抗体抗体啊，外国人无啊，所以因入来差不多拢会着。啊，因为每感冒牧师吼较严重，所以伊就爱徙去新加坡。因为去新加坡可能会当治疗伊的病。毋过伊新加坡以后吼，伊讲啊，伊的病共款会发作，伊共款会发作，安尼就无路用，我来遮无路用。啊，伊足少年台湾的朋友，甲同工，伊就认为讲，啊，若一定会破病，啊，我不如当福摩萨来破病，我无爱当新加坡，所以就个倒转。对，伊听讲迄个，可能伫遐吼，较袂个复发啦，较袂个发作，啊，所以就叫伊。阮是想安尼啦，啊，其实有哪是会。吼，嘛是会吼，啊，若会归去台湾，伊较爱台湾。因为伊咧少年遮的朋友，遮的，遮伊已经伫遐工作的一寡会友，啊，甲伊的同事，遐宣教师。伊倒转来以后，就是开拓大社方圆埔里，走去对台中走去到埔里，即个一大块啦，拢总开始报道。大家乡社拢去，中部啊吼，都伫因路边，即个社的即个村庄吼，即个村讲了，啊，佮刷去迄个村，就是安尼，一个去讲，啊，拢离，就是农民，就是咱做事人哦，休困的时阵啊，用中昼还是用下晡，所以伊拢足久以后才食饭，拢袂好食饭就对。人若咧听过爱就来报道，报道就开始讲落啊，也是讲分鼓吹。是，看无生理较紧叫大家来听。讲啊，上帝盼见囝哦来斗吹。是，就是即个是咧吼。对，应该是讲即个啊吼，因为伊就用即个。用鼓吹嘛，用鼓吹咧喷。是，而且伊就会踮遐话讲啥物？我来盼见囝。盼见囝。我是要来找囡仔。我来找囡仔的哦。即个方法袂歹吼。啊，为什么讲啊？无咱来讲一张讲个了。为什么咱会伊会讲安尼呢？你看迄个圣经写，咱来圣经创世纪。第3章9节，耶和华上帝呼叫亚当，有无？伊入来爱电堂，来叫亚当讲，对亚当讲，啊，你伫倒落？讲亚当啊，你伫倒落？我找无你。上帝咧找囝，找亚当时的囝，是咪咧找？啊来，一段圣经路加福音19章的第10节。因为人主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上帝来，耶稣来是要来找失落的人，伊毋是要找迄个好人，伊要来找歹人，愿意认罪的人，歹人。对哦，所以迄个人讲基督徒拢是好人，其实毋是，阮拢是罪，拢是歹人，拢是歹人。因为歹人，所以需要福音，毋是歹人吼，就是罪人对吧？咱伫遮咧使用一个问题，讲上帝敢真正毋知影亚当咪对？一定知嘛？对啊。啊，为什么讲上帝拢亚当咪对，找无囝？因为人犯罪离开上帝，从啊咪咧无爱互上帝看见。是，所以其实咱逐个人拢是上帝囝哦。有人咪互上帝找的无，较紧出来吼。无迄个牧师分鼓吹，就是咧叫人紧的哦，紧来找。上帝盼见囝吼，盼见囝，盼见囝，因为真歹写，国语真歹写。不歹写对，所以老师就写。来看台湾的报道，伊原来是台湾报道。为什么呢？因为伊有做10几本册，伊的著作足济，有台湾话，有罗马字的，有英国字的拢有啊。
哦，梅厉害，木苏伫1907年，伊有做一本叫做异教徒的心。伫遐伊就伫遐讲台湾人的信仰的问题咧讨论。伊讲台湾人足热情啊，就讲伊信神足热情，佮足纯洁的生活，这是袂歹，真好。但是因甲主耶稣的恩典无关系，就是讲因无法度领受主耶稣的恩典，因毋知影要哪领受。伊讲，敢有人讲，一个无做人替有做人死，敢有迄个代志？敢有人遐好？对，那有迄毋免钱的物件，足生迄个，伊讲台湾台湾迄当时的台湾，就甲初代教会相款。初代教会就是保罗的时代啦。迄阵的人，你看，连迄个祭司头都毋信，就咧专门咧做上帝的代志的人，叫做祭司嘛，伊就无爱信，无法度讲信讲有一个无罪来替有罪人死。伊后的保护要洗净人的罪，即款道理因信，无法度了解啦。所以台湾人迄阵甲初代教会同款，福音就真做信徒的，就是讲基督教的福音，就是对台湾人来讲，台湾人抓准即款的道理，实在是巨戆。就是讲戆啦，哪有迄个代志讲迄个无合理的代志？这代志拢无合理。真正诶，想讲哪有无钱，就是迄无钱诶咱会记诶，人若去我大概转去台湾啊，有看足侪人咧排队迄啊迄就是迄什物做名诶，对无？就是讲有名来足贵诶迄种有名佮足贵诶迄著足侪人排队若做讲迄个无名诶，来毋免钱诶，可能人就讲这毋通去对无敢是安尼，毋通去，可能有问题，所以讲伊梅牧师就掠出台湾人的心，因为伊是一个足细致的人，就是讲伊的心思足细致，会当来分析每一个人的思想。伊甲知影讲我要安怎来传福音，互遮个人知。对，咱的美秋讲的咱是做人但毋是歹人啦拄则讲毋对，就是所以咱想着圣经讲的一个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1章23节，咱来看讲。毋过，阮是咧宣扬顶十字架的基督。这个信息对犹太人来讲是阻碍，对外邦人来讲是虚妄。大家人拢咧传来第2位的圣经犹太人求神业，希腊人找智慧，你找啥？台湾人找啥？你知无？对啊，犹太人迄阵拢讲，耶稣紧来，你搁互我看你的神业，我就来相信你无即个另外迄个人，另外人伊对圣经足熟的人对无？圣经足熟的原来毋是，甚至耶稣已经50人搁我，安尼搁袂当信，有5000人食饱，5000人食饱，4人搁我5块饼2尾鱼，分互5000人食饱，即款敢毋是神业？要搁爱看什么神业？较侪神业因就无爱信。所以是看你是求啥物伫台湾来讲，咱会当求腹肚啦，生腹肚互饱。那做世人有无？毋是地基祖啦，什么土地公啦，毋是爱拜嘛？若讨海人是毋是爱拜妈祖？因为海人平安若要爱钱的，你若要爱钱的，去拜财神爷嘛。财神对，这明辉明辉以前是拜啥物？伊讲找钱啦这是台人拢咧找若跋筊就爱拜什么？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就爱拜对神，是毋是拢爱找家己适合的神来拜？就是讲迄个神是人创造出来。所以
有人规年透天拢去拜，因为一个拜无着，安尼有可能有问题，会活袂好，所以对，迄是大家人爱一款，咱是爱什么呢？咱来思想这个问题。是即张咱要来讲英国乞食，为什么讲梅牧师是英国乞食？乞食，伊迄阵已经有做罗马书的解说，个古早教会的文册拢用台湾的罗马字来写。梅牧师伊是一个主要报道的报道家，一个历史的神学家，伊是声乐，伊个会当做音乐唱歌，伊是属灵的信徒圣徒。伊拍拼咧传福音，伊忍受足济目倒腰啦，艰苦伊衫穿破去也无要紧啦，坐车拢坐迄个山顶，逐项拢做捌，人就问伊讲，你身仔敢会要安尼贫俭？是，伊就感觉讲，我若安尼欠，我一当就会当去一间教会。伊是安尼想啦。因为伊是有一款的苏格兰迄款的民族性。对。因的民族性就讲，因的生活敬虔，佮有真朴素，严严就是讲足刚毅啊，刚毅就是台湾话叫做严严。严严，观众朋友学起来，严严。会讲即个人做有啥物？严严，即个人就讲严严，就是讲刚毅，刚毅就是。主要教会就是讲迄阵的苏格兰其实较早的苏格兰就是安尼，所以因的国会就是用迄款车话。就是讲袂放弃的意思，就是讲中部地区有1100个村落村庄啦。大约有900个村庄，梅牧师有行过，所以有行过。听讲伊欠落来钱对无？因为伊拢伊奉献伫教会真济，尤其伫迄个中华基督教会时伊奉献的钱甲迄个那特别的钱奉献的超过总金额的一半。是，这个有厉害，就是讲，还佫有真济间教会拢同款。伊就讲伊拢有参与奉献。后来伊就伫1940年2月28来过身。伊伫台湾的时间差不多29冬啦，拢总75岁，这是梅牧师。咱今日在讲梅牧师其实这个牧师伊做的工作真济，伊留落来脚只真济。中部遐教会差不多超过一半拢是甲伊有关系啦。遐教会成立拢甲伊有关系。伊实在是真有名，毋过大家拢毋知，咱敢若知影迄个做医生的人。迄个大笔咱大笔大家拢知。毋过梅干无人毋知，其实较早梅牧师伊甲那大面的拢不是做伙，因为伊若要洗礼，就是爱牧师才会当洗礼。伊是医生，爱是牧师，爱两个人不是，两个人配合做肉就对。对，迄个医生甲传福音，来伊就去来收起来，来洗礼，诚做基督徒。来就去教会，就安搭所有每一个角落的人会当做礼拜。像讲迄间柳园教会台中的柳园教会，拢讲第一间，其实因较早还无教会时，就爱行路行去到大社做礼拜。后来家己去，伫中华的所在，阁有一间叫做纪念一个特别要来纪念。牧师的教会，梅牧师的教会。一个中道教会，就是即个牧师的名就叫做梅干木纪念教会一间。是。你管家嘛是有写即个第一个罗马字的。
要有英文，还有罗马字。所以咱即本真幸福咧，毋免行足远，就会当去伫教会哦。所以你若还未找着，上帝还未找着你诶，应该是你还未转去厝里呢，上帝厝里呢，欢迎你去附近诶教会。上帝歹见囝，是希望咱逐个所以台湾话，你若讲对顶悬上帝诶字词不变了，安尼就无意思啊。读起来毋知影咧读啥。你讲上帝歹见囝，大家拢嘛听有讲上帝歹见囝，这足严重，赶紧来甲伊找出。放弃啊，真正诶哦，有人放弃囝，搁谈下你偌少诶吗？应该无啊吼，较紧来找人，斗相共找囡仔。所以咱朋友，你若是上帝囝诶人吼，爱斗相共找上帝囝哦。对，所以真多谢咱诶每牧师吼，伊家己足欠吼，就想应该爱看看咱遮对，咱会当看遮钓鱼诶朋友做伙吼，家己要食啥物，家己去钓对不对？毋免去餐厅食，钓倒来家己煮。升级要创啥物咧？升级毋是要耍哦，是要去教会吼。有遮尔爱台湾诶外国人牧师吼，咱讲诶遮个牧师真正都爱台湾诶吼，就是安尼吼，对吼。老师若无讲，其实咱行过迄间教会嘛，毋知影即个牧师是啥吼，而且逐个拢知影台北牧师吼，但是毋知影其实堪未做好诶即个牧师，就是足侪人买干无牧师。买干无牧师，足侪人拢是点点啊做哦，点啊做，但是上帝拢知影。好，咱今仔阁有咱拄则有学过迄句话叫做啥物？有人会记得无？迄个字会晓念无？讲义，台语叫啥物？讲义台语叫做严硬。严硬，安尼会晓袂？先甲家己试个赞吼。因为会来听，坚持继续到即阵诶人拢是严硬诶人对无？看咱陪咱足侪集诶吼，陪咱做伙伫遮宾馆讲故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搁看逐个做伙来讲故事。上帝祝福每一个人吼，拄则咱明辉讲诶，你诶钱伫倒，心就伫倒，对无？无对吼，所以爱甲钱囥伫天国，对无对？咱伫天国起厝安尼，天国还是天国啊？老师，天国起厝。你讲天国，阮也不要紧诶，人阮也听有。是好，真欢喜，咱钓鱼诶朋友转来吼，还佫有中部诶观众朋友，还佫有我中华诶朋友吼，也欢喜逐个人拢过一个正有厝诶生活哦，就是讲伫上帝厝内面做上帝诶囝是足幸福诶吼。伫台湾吼，今仔日叫做端午节。哦，对吼，今仔日食肉粽啊。肉粽节。肉粽节爱食粽。所以祝福逐个粽食欢喜安尼。其实肉粽节是一个应该是讲一个无啥欢喜诶故事对无？但是愿意每一个人吼拢一直祝福好，安尼多谢老师，谢谢朋友，礼拜再会。